眼兒眉陶傑，識故第一集。當我收到 L 由佢身處嗰個地方打嚟嗰個救急電話，我啱啱好喺大學研究生堂宿舍嘅單人房解開咗蔣瑩嗰個 bra， 咁我隻左手伸落嚟搓住蔣瑩嬌小好似白鴿一樣嘅乳房，我又抽出另一隻手揸住隻 iPhone， 聽見 L 喺電話嗰端嗰種咁嘅喊叫聲，好似劏豬咁大。大哥啊，救我啊！我俾啲差佬啊困咗喺樓梯底密室啊，佢哋唔准我出去啊！Come on, take it easy！ 我嗌一聲，將個手機通話撳到喇叭 speak， 特登晾喺個枕頭，一路咧就 kiss 住阿蔣瑩。哇，好 delicate 嘅鎖骨，咁樣我另一隻手就可以有空位嚟到攬實佢條腰。當我嘴唇好似一層月光咁披灑喺蔣瑩嘅乳房，翻越過佢細白嘅山脈，又巡遊喺佢肚臍嘅幽谷周圍底下微隆嘅小腹嗰度。阿蔣瑩配合住微挺起佢嘅豐圓嘅 pat pat， 我知道呢個姿態就係一個甜蜜嘅暗號。佢想我個嘴唇一路好濕咁 kiss 落去，塞落去。佢渴求住我嘅 blessing。蔣瑩發出咗一下微弱嘅嬌喘。佢原來係上海人嚟嘅，喺北京長大，但係我3歲，係讀緊 master， 係研究生。咁喺內地嚟香港嘅研究生咧，好多都有隱藏嘅顯赫背景嘅。蔣瑩呢位大陸妹出入大學，時時都有人 behind her back 喺度 whisper 私語話，佢爹哋據說係京城地產大亨，喺朝陽區擁有2棟商廈。蔣瑩一身 Valentino， 喺舊年秋天一場波嗰度，佢一件低胸傾迷全場，包括我哋 U 理學院幾個教授添啊！蔣瑩艷光四射，你知啦，香港啲大學雞嗰啲港仔喺佢面前個個都自卑，但係我就冇啦，因為我呢個大學醫科3年級學生，英文流利過人。我預科同埋高中喺英國 Winchester 寄宿學校讀嘅。咁你一定會問，咁點解我又要躝翻嚟啊？唔係我老豆交唔起昂貴嘅英鎊學費，而係如果喺英國升讀醫科，將來翻香港，原來係冇得掛牌嘅。香港特區政府居然咁唔承認英國嘅學歷，你話好唔好笑？當我喺床上話俾我個女友蔣瑩聽有件咁嘅事，佢都笑。他媽的，這個曾蔭權什麼個玩意，也不撒泡尿照照。不怕，我爸認識301醫院，將來你到北京來行醫，找我。咁咧聽到我就放心啦，同佢一齊感覺上有啲好似謝霆鋒當年俾阿王菲溝咗，但係而家我先知道，原來佢係我嘅張柏芝。放喺枕頭邊嘅 iPhone 一路冇刪，阿 L 嗰邊咧人聲喧雜，但係我就理唔到咁多啦。下晝嘅陽光好嬌麗，我呢位朋友仔阿 L 偏要同幾個同學去禮堂嗰度搞啲咩抗議示威。上個星期我哋喺學生會開過會噶啦，我反對佢哋喺政要來訪嗰日去衝擊。我認為大好時光，各自揾自己嘅 sexual partner 或者女友，而我理所當然梗係留喺阿蔣瑩張床度更加好啦。咁我將條脷由蔣瑩嘅頸邊游走到佢嘅小腹，喺小腹嘅肚臍四圍咧係咁呵，打咗2轉，又細細咁向上巡梳，招呼住佢嘅 nipple。個辦法就係咁嘅，嗱，咁你用啲牙咧輕輕啄住佢嘅乳暈，咁嘴裏邊嘅舌頭尖就舔住佢嘅 nipple 佢嗰個 tip， 一隻手就喺另一個 breast 嗰度咧揩下擦下，咁樣係蔣瑩最傾心嘅前戲 foreplay 嚟噶。iPhone 一直咧就放喺枕邊打開住，我濕吻咗蔣瑩大半球右乳，先至向 iPhone 嗰邊嘅 L 大嗌一聲：喂，
冇必事啊，你嗰邊形勢點啊？唔使緊張，冇事嘅。然後我又翻轉頭仔細尋找蔣瑩嘅裸體上邊嘅下一道風景。佢攤喺張床度，雙臂向上伸，好似敦煌嘅飛天壁畫。佢胳肋底又白淨又閃閃靈，啱啦，剃晒啲胳肋底毛啊！嗱，咁咪正咯。因為佢曾經承認睇完色戒，覺得民國女子留住胳肋底一執毛好性感，而佢阿媽喺大陸自細都係咁噶。我就 strongly disagree。我話俾佢聽，喺西方留胳肋底毛係鬼妹大忌。